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苗栗甲台中4月初6就要开始来停水，送5停2，送水5天，停水2天。连带这个彰化市甲后壁部分的地区嘛受到影响。也毋过讲，这个彰化有2口的古井，已经有几啊百吨的历史了，无受到大旱影响，迄个水是一直咧温出来。附近的居民拢是来遮灌水来使用，这甲无水就要停水的所在一比起来，都袂输是2个世界。这水都免钱的哦。阿嬷外腰咧洗衫，用的水直直流出来，而且拢免钱。这个水是对倒位来的？山顶流的。阿嬷洗衫的水井，水源是对彰化八卦山的山脉，传说是几百年前荷兰人挖的。洗20年啊哦。啊，那你就爱来遮洗？哈。啥爱来遮洗？啊，这水好啊。中部地区水情真暗，苗栗、台中和彰化部分地区4月初6开始供5停2。彰化市这个红毛井水源源源不绝，检验过袂使啉，不过洗衫、压花拢有够。红毛井遮洗衫的人吼，一定会加减会增加啦。社头乡这间庙的甘露泉，泉水嘛是源源不绝。用泡茶尔。甘露泉哦，是咱的地下的用泉哦，迄天然的出泉水吼，伫咱八卦山脉吼出泉出来吼。甘露泉的泉水同款是八卦山脉的水，庙方欢迎民众自由来摕。还有八卦山地园林的泵坑口嘛有水源走出来。大量泉水走出来，像水墙同款，19年拢无断，附近民众拢来提水，还有业者因水来饲鱼啊。原来这是当年八卦山当泵坑工程开学的时，这段水尾才会直直出水，可见八卦山脉水源充足，造福附近的地区，伫真欠水的时阵，随来救援。